继续倒来看咱台湾这新北市呢，昨来发生消防人员救人煞死去的悲剧。这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今仔日早起是去到行政院来抗议，要求爱甲消防人员列入职业安全卫生法当中，互制度会当受到第三方的监督。伊嘛认为讲，这消防任务应该得爱分别来设专职单位。全体出入都平安。三大任务要专责。伫咧行政院门口抗议，大声发出诉求。7月初8，消防队员伫咧公行桥水尾的查沙坝，在救渡罪民众的过程，一位消防人员误运势不幸过身。伊是个急救护员，也是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的会员代表。但为着消防员的安全风险，上街路冲击，嘛上电视甲民众防灾。即马伊算也正做这10年来40多位殉职消防人员之一。抗议的现场气氛悲伤，促进会批评现有的消防法根本就无法度全面保障，因要求行政院交消防员列入职业安全卫生法的适用范围，互制度受到第三方的监督，莫阁用消防人员是公务员无适用的理由来挡。把职业安全只有并入在消防法，第一个缺乏外部的监督，第二个没有职安医学专业的背景，第三个甚至有球员经裁判的状况。另外，促进会嘛指出，消防队的工课非常复杂，包括有防火灾、抢救灾害，也有紧急救护3大任务。不过，其实消防员每一个人拢有无同专长，锁定红男子会去救灾。促进会要求无同任务要分别设立专职单位。针对促进会的诉求，行政院嘛派出代表来回应。国家常常把这样的制度问题卸责在基层的训练不足。但根本没有想过根本的原因是把这些专家摆错了位置。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跟遗憾。那针对今日的诉求，我们也会把因为涉及到内政部跟劳动部的一个权责，有关于治安法的部分，我们也会转请内政部跟劳动。行政院代表出面表示，会甲消防员的诉求搁早登起来研议。这个会议嘛引起现场的冲突。促进会希望莫搁用人命来换制度的改革，希望政府要重视消防员的职业安全。记者卢昌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